欢笑响。子娟姐姐，今天园里的娃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嘿，子娟姐姐，大小姐做了娘娘回来，老爷太太奶奶都要向大小姐磕头，就连那莲奶奶平时那样威风，照样也要向大小姐磕头呢。少丫头，少丫头，你要死了！洪再发呀，我是些什么？要是见莲奶奶听见了，当心结了你的皮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八爷，林姑娘在这里呢。八爷，不用不用，我早就向你们免了这些客人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你叫林妹妹，你叫林妹妹，叫得好啊！我要你。叫我们做事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你了啊？我是无论的走了一岁就出来了。做这样的事，真是逼出了我身汗来。真没有意思，闹了一整天，就是口头有理，情话谢恩，这种歌功颂德、虚文手里，真把人眼完死了。你已经忘了刚才娘娘说，今后凡要你多多些八股文章，好用中要助你。事情你说这些话，也不怕顾为了天主的，说没了还没事情。妹妹，你何苦当去我呢？提起了还没多想过，我今夜晚来二夜头，苦叹我
不晚烧酒烧，临近沙路走归梦，也不顾了我的苦子手忙。杨高梅举报口风，也不顾点了我这年的愤怒。说来这富贵两个字，真是把人来糊涂。罢了，你再这样问得下去，即便真听见又要当着奇怪是新鲜话，却也得讨好，再到舅舅耳朵里，大家又不得亲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我怀你在此坐一日，让那乾坤才个清醒梦。你既要在这里，却老老实实做一梦，谁想那你当真在人生上？我去了娘你，我也去了；我去了，我也去。你呀，真正是我命中的魔星。老祖宗，这里的冤人节就在这里歇歇吧。好吧，老祖宗，最好。好。老太太最好。老太太最好。老祖宗，咦，好兄弟李妹妹，你们在这里，老祖宗还要叫我去寻你们宝玉来，林丫头，林妹妹来。刚才一直夜就不见你们两个，却是都在这里。哎，今日一天也是够来的了。喜妈，你们与手下歇歇吧。许乱到外面去看看饺子备好了没有？哎，好容易天生莫得把娘娘亲，可问是人不虑雅情，如今孟家为乱去，哪个愿生教人亲情？哎，我刚才晓得一天头，你又来添我心头闷。真是的，我只顾杀不得娘娘之礼，就把我们老祖宗给忘了。老祖宗，老祖宗不在上前富贵呀人，永续堂前恩情。我往事的生死你写下，神仙般的往生女伴成婚，花一那花朵一呀，大姑娘在母亲千里进京来传情，把衣服才懂你那就是大姑娘啊，从今十结万我十心真诚。喜妈，你们听听，冯丫头这张俏嘴呀，真正叫人恨又不是，爱又不是。冯丫头又能讲又会说话，倒也亏他长是老太太家姑们。哎呀我这张嘴呀，也要多说点好。
林妹妹，宝妹妹，我还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们的。什么好事啊？老祖宗，我替你说了。好吧，好嫂子，你快说呀！刚才娘娘说，这大观园实是众位新庆用一天，就封起来不叫人进来，岂非故为了园中的金子？故而命姐妹们都搬进来自你呀，这可好啊！大观园的红的翠好风光，姐妹们却是很相当，从今儿花儿成香泪珠子，母女老祖宗乃老车把我撇一旁。你急什么？你是与姐妹从中空长大，身为少女，这为此我从今儿我心我一道不出去，可姐妹们在草野花草日陪你，在今夏季你是到我东欢老娘夜里我姐妹们一起搬到园里来时，可不能太早起你事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喜欢是哪一次好啊？是啊，林丫头还是哪一次这管挑嘞？老祖宗，我爱着凤飞声声迎去郎，我爱着龙吟细细从云香。这可好了我的心意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也想叫你在这小相馆侍女。老祖宗，为那一卷老药美人香，为那花图芬芳女儿郎，那园中一家彩虹同小香，好与妹妹情来往。好好好，宝娘，那你就是在怡红院。是林丫头，那你就是在这小相馆。啊呀呀呀呀呀！还有我们的宝丫头呢？宝丫头，你还是哪一次啊？园中是次好风光，听命老祖宗宗自好好好，宝丫头，那你就是在恒武园吧？多谢老祖宗。哎呀，我们老祖宗啊是这等生子生育的，宝妹妹，你只在这里就将自己家里一样，王儿不用举手。宝丫头来，宝丫头，你来了，我也想等我外甥女儿一样的等你。王儿搬到园里来时，少什么正事，只管向你马蜂积极去呀。我们家里呀，有的是皇上恩赐的喜欢子吧你。提起这喜欢之物，我倒想起来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在今明早前听说宝女一路报胎，这里就献下一枚五彩晶莹的喜事宝女来。如今来到府上，还未曾细细看过你。宝兄弟，能不能让我们上见上见？宝姐姐，姨妈，请看。
姨太太，这块肉可是宝玉的命根子呢。莫失莫忘，现在很他。哎呀，这两句话和我宝丫头经手上的倒是差不多呢。哦，宝姐姐的经书上也有事，娘我也上见。不过两句吉利话罢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怎么看我的呢？我也要看。宝丫头，你就叫他看看吧。是。林妹妹，来。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结。哎呀，我记得经书上的两句话和宝玉身上的不可思，倒像是一对呢。并老太太叫支配好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老祖宗来了一天，也该回去歇歇了。好，老太太见了。李妹妹，这水泡就留着我们的使用吧，可好啊？我与你郎相并肩将车开，我与你长林共度把友对，好妹妹。此刻远风藏玉林，我与你到青塘桥端去我溪水。他们都去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呀？我在这里陪着你呀。我可不来老伯爷陪我你。为什么？我不是里边草，林上路，为父亲书陪宝玉。怪不得妹妹不理我你，吃肉来何跟吃包肉，这个老日子我可不喜欢。哼！你这说苦呢？这了肉，叫那情书配什么？哦，你还要说这些话，不见你个理哎，你可不知道。哈哈，哎呀，哈哈，哈哈娘，哎呀，哈哈不行闹，哈哈，你不行闹，哈哈，哎呀你再闹，我可要闹了。今天可不饶你。好哥哥，我再也不管了。
上次叫我弄的书，我今天拿来了。好，拿来。那《西厢记》。太爷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太爷，那你给赏赏我了吧？明天找你一吊钱。谁没有见过一吊钱呀？哎，太爷，把这想要吊客的赏给我吧。太爷，把这荷包也赏给我吧。哎，别的你就拿去，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能拿。拿来。那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我今天偏要到他一个赏花呀，说他老边今日是难得西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旷功名闻而却的八股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年不是那些书，那是什么书呢？还不趁早借我看看。林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以外，别无一人知道。借你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好歹可不要告诉人哦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都不想吃了你。哦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哎呀，好妹妹，喏，西厢记。
心事之理，让老头娘我听去了。你好，我也告诉去，我也要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好妹妹，我常会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这些了。你明天听我这个香来好不好啊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香来，我也送你些东西。那这是不今晚送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催男人拿过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来。我要香来。你要一个香来，那很容易。往日今日有人会替你做的，神教比我又会做又会写，还有什么金的有的？你又来了呀！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见疏后不穿鞋都不知道？第一件，我们是孤绝姐妹，抱着就是两眼姐妹，论亲切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两个一早前也长在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他是才来的，却个为了他，还属于你的呢。才叫你去疏远他，那我做什么人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又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就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叫在哭闹，你还在笑你。每日你从往迎来把他来，分享口头记住些，岁岁恭敬听教诲，一同下了读圣言，这二名掉落的蔡文章，读得我头昏目眩，这苦也。受苦，好像要经过这，没法子呀。哎呀，读书，把人还苦。太爷，我来替你打扇子。思君一中，思吾一笑。
问，你这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自己画的，画得一点都不美，让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夫妇，那就让我解解闷吧。好，就让你画吧。二爷，眉间洒错，眼波似水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三天上来改一改，跟与妹妹一样的神态。二爷，你是画的我就问你眉眼更像那林姑娘，岂不知爱了他点小情分的谁？真奇怪，难道眉眼生得好看一点，又为他在这了吗？是的，好，我偏要把你画得像林妹妹一模一样。好，先生，你看我画得美不美？去问你家林妹妹哟，这在家相逢了叫一起唱。我碰到了我老的姑辣椒里，看你的这样子上我儿子啊，就是他为模样子，这都是二爷宠着他的儿子，二爷你呀，往往问在无涯内，不知情路的花她美，你放下正经数不年，老爷知道要提走。二爷就是太万不分，总传意不是真的爱多数，应该长出个多岁的样子来。二爷，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宝姐姐，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哦，宝姐姐，请坐。哦，宝姐姐，我新人做了7岁诗，请你看一看。二爷，二爷，什么事？老爷吩咐我来传话，是叫一声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准备准备，明日好会客。又是会客这。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宝姐姐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要我也陪着。你说这为的什么呀？那当算是你的人在车中，沈家娘母你再不想见见你。我不过是一个说中医说的俗人罢了。你放了，自己乃是贵妃娘娘的宝弟，怎么叫人不仰慕你？我就不与这些老多们来往。二爷，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就是这个改过了，世界上哪一个不让我主管着来往的道理呀？这倒是要改一改才好。宝兄弟。
难道我是装扮人家王国霸的吗？宝姑娘，人家好心去劝他，他总骂人家什么落赌。你想这样的老爷不生气你？我醉了，二姨。宝姑娘，再坐一位吧。不用了，我再去看看姨妈去。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，玉环阳，真叫人敬重。你儿子宝姑娘今天要完成林姑娘，又不是为什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也不会说这些文章的话。这难道是文章话吗？真想不到，将来归国之中也为顺绕之中受气。请问大人，下官是奉王命而来，我们府上有一戏子名叫齐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350不见回去，此次请召夫人。传说齐官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，听说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之意。大人，故此去先生专政郎，请假齐官访问。请大人收台。来人啊，换宝玉来。大人，请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疲惫寻求，在外边你无法不听遇到妖，那机关是皇帝家前陈东城，你尽管应对他测不到。什么机关？我实在不知此事。哼，他只能把你活绑，公子你我苦闷的牢。那个一并签的。我错。夜雨正定可举身，他正王金我紧要，他正轻狂，你讲。那机关也就来让与我，也就来下马欢笑，再不愿出生有灵，愿做个英俊家。此时来他
必须动脚，可于此事。是与不是，你话不与我夸奖。你好，我且去找一位，找了言罢，什么雨再来请教。告辞。宋大人，大人慢走。宋大人，大人慢走。站住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把包牛头下去捆了，把门都关上。找一人算行到里面去，立即当死，与我头下去当死他。听见没有？与我头下去当死他。家父的死里专营之作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他不能光灿灿胸怀金。他不能为何加了高等，今与那丫头戏子结朋友，做出了店中门楣去死的，我是今日且归命，灭将来说祖宗怕将也，是不是君把包牛吐上来？包牛，包牛，你包牛，包牛，老爷，老爷，包牛虽我该当，也要看见我们夫妻婚纱，我你管吧，这一孽障。我养一子，无义不孝，倒不是今日当死他，你叫儿老爷，要是我的祖儿还我在世上的话，许生当死一个包牛，就是当死100个包牛，我也不过了。是请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老爷，你去杀了他吧，你去杀了他吧。先当死我，再当死他，就关心了。包牛，老太太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好别自己出来，花儿子进去吩咐便了。你原来和我说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只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你叫我后生去死。老太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
也为的是永中要主。老太太是这样的话，主儿子的时候担当得起呀！呸！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你就经受不起。你那样的胆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受得起了吗？老师长，宝玉，你这不要好不争气的身子哦！老师长。多谢包姑娘了。哎呀，包姑娘来了半天，我竟茶都没有倒一杯。包姑娘，你说我去倒杯茶来。先生不用了。
么话？和尚道士的话是无信的，什么金玉良药？我只想与林妹妹的莫测结盟。宝姐姐，是你呀！宝兄弟，你的伤可是愈了么？多谢你牵记着，我的伤已经转好了。宝姐姐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说了以为了，想不到听见你在梦中骂人。哦，是真的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哎呀，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奇，就不谈它吧。我一来是来访问你，二来听说你最近也做了几首新词，当然了霸道一番呢。是倒是做了几首，只是总不及你和林妹妹。你来了，只好请你评论一下。那请到里面去吧。白姑娘的有事没事跑来守着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。宝兄弟，这些诗倒写得不错啊。都在这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。并你是谁？二爷真是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。一声呼草，百声亮，宫里花尽，起我真是他日的下好主意，我恰是其人里下气难扬，只因我无依无靠难日子才随他，不敬不念人世上不是草，莫人儿被周结。一对真切，一人高。
备了有缘，这添了我们不少的幸福。包茶里边工作忙，呀是啊，龙女应当在过瘾啊。老太太你来了，看那边是一位吧？好吧。老年虽有须成意，真来是他发一句上花灯。哎呀，老祖宗，你在哪里？可什么把花衣飞上花灯？依我看呐，我太太又笨又年轻，长生不老活下去，三宫暖意老最心。凤丫头，就凭你这张巧嘴呀！这几年我内心宽起来，二嫂子凭她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你。宝丫头来，我的孩儿，如今我老了，还巧什么？喏，当年我像凤丫头这个年纪，倒是比她晚讲你。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你的面否认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中4个女孩儿算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都不及宝丫头你。对，老太太说的真对。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。姨妈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听老祖宗在对也是宝姑娘好命。是啊。凤丫头，等我儿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一乐吧。是。姨太太想怎么切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办法叫凤丫头判了来切。老太太呀，总是叫她出难题，时常叫她弄了些东西来孝敬。哎呀，姨妈，虚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只是言神月说，要是不言神月说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对吧？哎呀，老太太最好，老太太最好，老太太最好，我是最好，好，暖最
原来是这个好心多年的，慢慢走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见了我就走开。我只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儿就了开手。其实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你？妹妹，岂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下着已经把我桥，三朝时日不理我，四宝鸟说问我怕带外闹，我又错你当年日马也好，为什么冤儿妹子将
把来掉，是宝牛不明不马故里梦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过前世的鬼魂缘来找。怎么，你在哭啦？我真可怜，你看你泪子还滚着呢，怎么动手动脚的？是我忘了记，不就动了手？你既这么说，让我来问你，那时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呀？是我从哪里说去呀？哦，瓜的妹妹不理我呢，我啥怪是对的妹妹，叫我立刻死好了。嘿，大清早起，什么事要我呀的也不忌讳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。那天只有宝姐姐来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干出的好事，等我回去问这是谁，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才好，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为宝姑娘来了，什么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那事情可大了。你话要是这小王，你到底是气我还是咒我呢？哎呀，这有什么要紧的？快，劲都抱起来了，我这个一脸还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是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告诉我不明白着我吗？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，连你的意思都贴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咋真不明白这话？不但凭着我爸用了心，连你对我的心也都过不了。总是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出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啥能宽慰心？你的病就会好了。这石头你就拿着用吧。妹妹们，你再念我身上一句话，你才治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过伤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管用的。我为你也弄出了一身的病，又不过告诉人，只好哀伤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是睡里梦里都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阿姨，你
怎么啦？二姨，看你身子不好，还是回去歇歇吧。走吧。见过，此卷难追，我这有话要问你。妹妹近来身子怎么样？夜里瞌睡的可好一些了吗？瞌睡倒是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此卷天气不好，或冷或热的，你甚至穿的是吃淡不？妹妹已经明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时候得了哦。哎呀，二爷，从此我们这棵实话可不能同手同脚的。一年大，两年小，叫人看见不尊重，那是文章人在背后都会说你的，你总不留心。往我小的时候，一般认为这棵时候是的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，不要和你失笑，你看他进来原是你，还恐原不去你。二爷，你是我的妻了，我真生你的气，你的我实在有理。我的妹妹常常不理我了，家里家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。二爷，将来你们渐渐的都不理我了，一想到这些，我就伤心起来。看到牛三子有精神，自称自家难分。他和姑娘好一生，也对你呀疼。不知道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，如此就还今日大要死一次。连他一连，看他是王头万字经。四娟，你在想什么？二爷，我在想啊，他是买上1两
劝我在这里吃惯了，明日为自己家里去，哪里有钱吃得起这个？谁到自己家里去啊？林妹妹会说在自己家里去呀？你呀，你说什么话哦？永在花呀无论雨，妹妹是苏州女人高无情。老太太连续娃生女，千里结归半成婚，她离不开小巷观众见观众，真委屈孤注城内旧人们。二爷也才小官成了，你为家父做大肯定难道是别人不中举不考吗？你可知身为刘千里要归他海，因此终于他去与我心灵的不能在家父自一死，凭着是林家名声来接姑娘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。就变成这样了，二爷，把宝女弄成这个样子，不知四绝姑娘来说了什么话？二爷就一一这了，这也了话，也不会这样。你这个小丫头，你到底为他说了些什么？宝妞，是丫头，为他说了些什么？宝妞，我并不管是什么，只是我他说了一句歪话。宝妞，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。宝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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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哟，王好，是丫头，得罪了二爷，还不过去，别在。是，二爷，大二爷，四舅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要去也我也带了去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我这时候他说了一句歪话，这是令姑娘娘为宿在自己家里去，二爷察知。我当是怎么一回事？比那瓜太太、林妈妈他们都来看八爷来了，就叫林妈妈他当走一回吧。不得了，林家的都来接林来了，快当出去，快当出去，快当出去！死了林妹妹，林子培不许他心里。对，从今日不准提到林子，也不要叫心灵的进来，都听见了没？不许心灵的进来。你不靠，那辈子多了就林妹妹了。宝妞，兄弟，你快站在那边等。宝妞，那你总该放心了吧？二爷，四舅，
转。林妹妹她送亲儿去不成。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就是死了，也是甘愿的。我为你也弄出了一身的病，又不管好书生，只好哀伤。忘了带水卷，你替我回去拿块水卷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天。
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。林奶奶，你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我哪里就能够是你姑娘？李姑娘，今日在手你离人才应和，今日里再见你用眼神，枕头边再叫你泪生。姑娘啊，你眼中能有多
紫娟姐姐，十一，你告诉了老太太大林姑娘病重，他们怎么死的？姐姐，你不要问了，
宝二爷真的要去抱姑娘了。奶奶，什么声音？姑娘，没有什么声音。是来接我回去的吗？是的。可要回去了。不是接我回去的，奶奶你听啊，姑娘。生小官的耳边一声声又是断肠刀，他那里化作你的想得笑，我这里常年孤光，谁来丢？奶奶，我是到中庸的人，不人你伴我于心中花早，几年来一同三煎熬，到事情少事难由我去，大事与妹妹永别，姑娘才今宵。从今儿你失去姑爷，相在靠。只怕是海色清明，梦中把我姑娘叫。奶奶，我在这里没有亲人，可我的孙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奔起来，万几去，马不
林妹妹，你的孙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。林妹妹，宝女，宝女，你要稳重点啊！林妹妹，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！林妹妹，妹妹呀，将细心经说遍了紫藤，把家境总算是东园朝日，西园里今得一家一次我此生的去林妹妹，心似灯花屏在开，望着平头一笔给的这个东西做什么？我们何不用这些说套呢？林妹妹，宝女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祝新郎终该东万岁，谢他的新娘期待喜。多生欢喜少知啥，再用再问莫传见，老祖宗多子为你好许相称乃是第一罪。你生我啥？我是你到生啥呢？这就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，还未对他不问在吗？我爱他敬他都来不及，等我来使他期待去，今日我这份去见去一生的把脸上他发作了子宝玉，我的孩，愿你俩相敬是比大把头，这才是父母之心不可分。那为什么？宝玉来，宝玉。
亲的话不要记住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知道了，这就好了。林妹妹，这是红给的啊。这上我之后呢，我去看他呢。林妹妹，宝妞，汉姨，宝兄弟，宝妞，汉姨，宝妞，是的，你快要让我再等一等，你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什么都梦不做梦，老子都在这里数着，老爷爷在外面数着你。是的，我在外面这当当着的那个妹子嘛，是在姓许的韩奶奶呀，搞不懂那姓许的韩奶奶是谁？宝姑娘，林姑娘呢？怎么问这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事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兄弟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妞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二爷是宝姑娘。是啊，是老娘。宝妞，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？宝妞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宝兄弟，宝姑娘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阿姨，兄弟，宝娘，我命令于林妹妹，她的妻，谁也还不得她。怎么？你说是多变了？多变了？还为着他的算大家们总为啥的？你属下，你属下。
长久年，我们方才一见也好让同病下来心口心。我咋也能实相见，死了也可上同文。天下寒门无所惧，此去
平添。
美满姻缘一线牵，想不到令妹妹变成宝鸡子，恰原来你被逼死，我赔了骗，只指望把头到老渡恩，谁知晓你竟黄土笼中头是面，我恨死到送到头上去，逼他的妹妹生秋天。报应，天色已晚，你快回去吧。四舅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求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过你，趁你死了，还是个什么呢？四舅，妹妹临死之前，她讲了些什么？你啊，曾记得姑娘屏风无曾离，堂前子语无此心情，他这辫子冷不等看真气啊，你那辫子匆忙承诺一听啊戏，只听他哼声诉罢哟。妹妹她说了些什么啊？姑娘生，保佑你好。心酸的日儿，我牢牢记。妹
回去吧，回去，驸马，回